最近进口的卵是一直有争议，有风声讲农业部长陈吉仲已经请辞的消息。针对这点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出来驳回，讲陈吉仲并无讲要辞职，也那总统蔡英文嘛无叫伊辞职。不过有人伫遐咧黑白喊，实在是真恶质。行政院昨暗嘛讲，伊并无请辞。 警告过两个争议也未煞，知影继续批评农业部长陈吉仲叫伊下台负责，再次传出陈吉仲已经请辞的消息。不过，正伫咧替家己立委辅选的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也无。到现在还没有提出辞职书，总统也没有要他辞职，就有人急着放话操作，这非常恶劣。行政院第一时间无正式也无否认，再次是讲。 陈吉仲确实有口头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道歉，也个愿意负责任。不过，陈建仁认为，即马陈吉仲有责任向各界解释，澄清伊并无请辞。苏贞昌也对各界批评，替陈吉仲讲话。这个老官嫌个老烂，我知道他现在已经被弄得身心俱疲了。不过，农业分专讲，专案检讨过两事件。 上关键的人除了陈吉仲这个部长以外，另外一个关键人就是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林创贤。对这边检讨过两个事件，各地卫生局怎么也加强稽查、监督追查预期蛋的处理情形。买到的东西都是最有保障的哈，绝对不会买到臭蛋。担心检讨过两闹日市面，或者是南面两只内面，将在地方首长要求农业部爱重视食安。 因那农业部也甲卫福部合作执行水产业者全面联合辅导，要28开联合辅导行政会议，重点包括正确标示产地甲有效日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